因为为着要守护宠物动物伴的健康，新德县的防疫所有提供600只的小狗病的预防车，让民众带出来的猫仔狗仔免费去注射，而且伫现场阁会当免费去完成宠物的登记甲注晶片，安尼动物的主人上济就会当省1000多块。透早时间还未到，防疫所门口就已经袂少人带着厝内宠物咧排队，要来注小狗症预防车。有的狗仔看起来有淡薄仔紧张，不过主人讲有一款免费的服务，对因来讲确实是真方便。我觉得不错，服务人员都还不错，流程也算蛮顺畅的。人蛮多的，因为大家蛮热衷愿意帮忙那个自己的宠物打预防针这样。对，谢谢他们有办这个活动。新德县动物保护防疫所建议大家，厝内有3个月以上的狗仔、猫仔，逐年一定要注小狗症预防车。无论是对宠物健康，也是人的安全，拢是非常重要的代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呢，人工饲养的肉食肉目动物，犬或是猫咪，每一年都要施打1剂狂犬病疫苗。所以我们的新竹县动物保护防疫所每年也都有举办这样子的活动，那免费提供民众来施打狂犬病疫苗的服务。除了免费预防车，现场还有免费宠物登记以及宠物晶片服务。主办单位嘛利用机会向民众宣导是动物主人的责任以及保护动物的观念。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